安卡拉哈吉拜勒姆瓦利大学的讲师阿布多热西提卡尔鲁克教授向收集维吾尔受害者信息的网站讲述了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中被拘留的亲属的信息。他还在油管频道上发布了一个新视频，分享有关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信息。他说，自2017年1月中国当局开始实施集中营政策以来，他没有从喀什和乌鲁木齐的亲戚那里收到任何消息。阿布多热西提教授此前曾在克里米亚新闻社制作的视频中发布了有关其家庭的信息。他分享的信息在土耳其引起舆论关注后，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作出回应。阿布多热西提教授说，中国大使馆的声明不仅带有威胁性言辞，还歪曲事实。1年1次的斋月期间，世界各地穆斯林庆祝为期1个月的这个圣月，但是在被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举行了所谓的喝啤酒比赛，这是对宗教信仰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维吾尔人聚集在一个城市广场参加啤酒大赛。自2015年5月起，中国发出规定，要求在饭店、餐厅和杂货店出售烟酒，这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关注。根据路透社2015年的报道，新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过往也有禁止当地穆斯林庆祝斋月的惯例，包括要求工作场所的食堂在斋月期间按照正常时间营业。匈牙利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长皮特·西基亚托宣布，突厥理事会已决定建立共同投资基金，匈利亚将参加。西基亚托部长在与突厥理事会成员国贸易部长举行的视频会议后，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西基亚托表示，该投资基金将主要为粮食、农业和基础设施提供投资基金。土耳其在投资基金的参与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土耳其的目标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10大经济体列表。他还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突厥理事会国家与匈利亚之间的贸易额翻了一番。为阻止欧盟发表一份批评中国散布武汉病毒疫情虚假信息的报告，中国方面向欧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欧盟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本周四5月4日，欧盟驻华代表就对媒体表示很遗憾，英国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在出版前把欧洲27个国家大使联名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部分内容删除了。这篇题为《全球危机中欧中关系至关重要文章》是为纪念欧盟与中国建交45周年而写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对照一下欧盟驻华代表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原文，发现中国日报星期2刊发的这篇文章开头一段里，把有关武汉病毒爆发的几句陈述删除了。被删除的这句话是，武汉病毒在中国爆发，以及在过去3个月，随后又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务部发布了与中国副总刘鹤就中美贸易问题举行电话会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刘鹤、美国财务部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赖特希泽星期4参加了电话会议，他们讨论了经济和贸易问题，包括最近达成的中美第1阶段协议。双方分享了有关武汉疫情的最新动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为支持经济所采取措施的评估。双方认为，在建立使该协议成功所需的政治基础设施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双方还同意，尽管当前存在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两国都充分希望能够及时履行该协议所规定的义务。